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盛产农作的鱼米之乡新屋。听在地人说，由于常年农作物大丰收，这里发展出许多客家米食和酱菜。前面有位老师正在制作客家食物，让我走过去瞧瞧。谢老师，哎，你好，嘿，我是道玄。好，欢迎。嘿嘿，谢老师，你现在在做这个是什么啊？就是客家人的菜包啊。以前人也有人家讲说猪笼板，猪笼板。猪笼板就是说这两个这样合起来，好像猪笼一样。谢老师可以教我怎么做这个菜包吗？做包起来就这个形状是这样的哈。那你试试看。我来帮谢老师。上面就是弄一个高，弄一个哦，把它弄起来。这样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家以前的人都说，这样生小孩子就会鼻子很高啊。那你做平平的就不好看啊。因为在以前老人家都说，啊，你越高越漂亮，以后生了小孩子就那鼻子会长很高。哇，原来做这个也有一点点里面的含义在里面，就是捏高。老师说，就是让那个小孩子的鼻子会变高。虽然我的手不如谢老师巧，但是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做好猪笼板。接着就让我来尝看看里面的馅。它的那个馅料的香味好香哦，而且我一吃进去就吃到那个香菇的味道，还有菜包的味道。谢老师还说，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板，但是新屋客家在过年时都会准备一种前板，就是将12个颜色鲜艳、细长状的板在盘子中间摆成一圈，象征来年12个月都能够顺顺利利。谢老师，这个是什么？前板。前板就是过年的时候拜天公的时候要有前板，前板就是钱来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前板也是象征就是钱来的意思。其实客家人的这个板啊是这么的特别，这么的重要，原因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敬神的祭典跟不同的日子，对它都会呈现不同的口味、样貌，甚至意义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。像刚刚那个谢老师介绍的每一个板啊，都有它每一个特别的意义。幸亏有谢老师对客家传统食物的坚持，今天我才能体验做米食，并尝到客家传统的好滋味。